電影嗰個主題以私家偵探為主，好新穎，真係好難接觸到呢一個行業啦。咁而佢嘅拍攝手法都令我幾改觀嘅，就係通常可能私家偵探都會唔會係查案啊，係嗰啲 thriller 係嗰種類型，但係今次我係幾 surprise，係因為比較多人物設定感情為重嘅，咁所以我自己係有另外一番嘅感覺。作為一個已婚男人咧，睇呢套戲咧，我好有共鳴啊！我覺得呢套電影咧，我初頭入場，我 expect 睇好多啲點樣呃觀眾嗰啲橋啊，又或者點樣查案啦。覺得裏邊個人物描寫，我覺得睇得係我好有共鳴啊，係啊，即係喺一度係啊，喺裏邊有好多位咧係好牽動到我嘅情緒啊，所以我係好投入嘅。我覺得呢個戲咧係一個好非一般嘅懸疑片啦。佢除咗有懸疑片嘅元素之外咧，佢係其實探討緊婚姻啊、關係等等嘅議題啦。最驚喜嘅其實係黃浩然先生嘅演出啦。佢演繹咗一個好可愛嘅黑社會。如果你都想知道，快啲入場睇下啦！呢部電影咧睇完之後，第一個感覺咧係 recall 翻我哋對銀河影像嘅嗰種感覺啊！講真，即係裏邊咧，仲要咧，其實以為個私家偵探呢個片名好似好求其又好行貨咧。嗱，呢四個字咧就係呢套戲嘅精髓，同埋充滿玄機啊！第一個謎團就要解開呢個戲名先。而裏邊咧，除咗阿古生、阿娜姐、阿盧冠廷咁樣咧，呢三個掛帥嘅演員係非常出色之外咧，嗱，驚喜嚟啦！呢一個嘅張兆輝同埋黃浩然係呢一套電影咧，令我哋留下深刻印象。所以呢一個電影個故事固然有趣啦，我諗真係大家結咗婚與否咧，都值得大家入場去睇嘅。而跟住睇唔同嘅演員嘅演技咧，都值回票價嘅。有別於一般嘅查案嘅劇情，因為入邊咧有好多感情好細膩嘅位啦，即係一對夫妻究竟佢哋面對現實嘅關係之中係點樣處理呢？我對於阿劉冠廷呢位台灣嘅演員非常之欣賞，佢入邊做殺人犯嘅演技，我覺得真係令我學到好多嘢咯。即係咁啱頭先聽到佢哋分享就係佢新婚嘅時候去拍呢一套戲啦，咁我覺得完全係一個強烈嘅對比，咁所以我覺得佢做得好好。咁我本身咧係抱住一個睇推理電影嘅心情過嚟睇嘅，但我發覺呢一套戲咧其實係同感情好有關係。佢令我最深刻嘅咧，其實係周秀娜啦同古天樂咧係嘅一場嗌交戲。咁佢裡面嘅對白咧，我諗好多夫妻都會有共鳴嘅。我覺得呢個戲咧真係好抵睇，好值得睇，因為佢除咗係一個驚心動魄嘅懸疑片之外咧，佢仲係一個轟轟烈烈嘅愛情片。另外我想講，哇，黃浩然哥哥做戲真係好勁喎，即係佢有一種莫名嘅喜感，同埋佢嘅節奏真係掌握得好好。我覺得佢除咗一部懸疑偵探片之外，其實佢最好睇嘅地方係探討夫妻之間嘅關係，同埋夫妻之間嘅相處之處。我覺得呢個係我令到我好 surprise 嘅，非常之緊張刺激啦。咁當中亦都有好多好輕鬆搞笑嘅位啦。咁就演員非常之一貫嘅出色啦，同埋我都想特別欣賞譚雲佳嘅攝影啊，佢嘅攝影技術真係一流。咁我都推介大家入場支持私家偵探嘅。我覺得非常之好睇。咁啊同埋我覺得咧，劉冠廷真係一個非常之痴情嘅一個角色啊！呢個角色係非常之好深刻啊，令人佢真係愛佢老婆愛到一個點。大家要睇下到底佢點樣愛佢老婆，愛到黐晒線啊！戲裏邊我中意古老闆啦，好英明啦，跟住我又好中意Raymond 啦，哇佢做得好好笑，我未睇過咁好笑嘅佢，跟住都覺得成套戲好有溫情，係值得一睇嘅，所以記得嚟買飛睇啦。其實雖然佢係偵探片，有偵查、警察、警匪嘅感覺，有種緊張嘅感覺，但係其實都係有一種幽默嘅通喺裏面嘅，所以我覺得呢套戲係一個幾得意嘅 combination 嚟。古生嗰個演出都好有驚喜，仲有最後一個好緊張嘅打鬥。劇情係非常之刺激同埋緊張嘅，有少少懸念嘅，大家一定要入場睇下啦。我自己覺得咧，佢個劇情咧其實係好容易理解啦，跟住佢理解之餘咧，其實係好有共鳴啦，用一個好特別嘅手法去包住咯，就係私家偵探被出軌同出軌嗰個人咧，即係其實佢裏邊都有好多唔同嘅心情嘅轉折咧。其實呢套戲咧都用咗一個好特別嘅方式去呈現咗咯。佢雖然有幾條故事線啦，但係冇混亂嘅，全場係交代得好清楚，而每一條故事線想帶出嘅主題都有少少唔同，咁觀眾就可以自己入場睇下咁就。咁我覺得佢嘅切入點都係非常之有趣啦。
即係私家偵探呢一個點。即係細個咧，我都有諗過做私家偵探，即係所以睇嘅時候就覺得哇好有趣啊，同埋咧都好懸疑、好刺激。覺得呢套戲好豐富，但係裡面查案啦、懸疑啦、搞笑啦、親情啦、是否出軌啦，即係要令觀眾去思考嘅元素全部都有。咁所以我覺得係好豐富啊！我而家睇完我都仲有啲回味緊啦，同埋都仲諗緊啊，其實啱啱發生嘅事係咪真係咁嘅咧？會唔會中間又有啲位又仲可以諗下咧咁樣？咁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好睇啦，好值得推介俾大家。嗱，今次咧要同大家推薦呢一個私家偵探，呢個私家偵探好犀利。首先我早幾日咧行過呢個彌敦道已經睇到佢有好多海報啦，證明佢真係好 work。跟住今日咧入場睇完佢嘅表現之後咧，我好有信心咁推薦俾大家。呢套戲入邊嗰個私家偵探咧，唔單止盡責啊，佢個心地仲好好添啊！咁咧頭先咧，周導演仲同我講話，叫我一定要將呢套電影咧推薦俾所有派過帽俾人或者收過帽嘅觀眾。咁所以大家咧記得聽聽話入場睇啦。覺得係好緊張同埋好刺激啦，喺香港少數嘅偵探片啦，咁最尾咧係超級緊張啦，咁我有啲鏡頭係遮住睇啦，但係好睇嘅，希望大家入場支持香港電影。非常之推介大家入場睇《私家偵探》，希望大家多支持私家偵探，大家記得入場支持啊！好睇，耶！所以記住，私家偵探好值得大家觀眾入場支持嘅。我好推介大家睇呢套戲，好值得去入場嚟睇啊！私家偵探，耶！支持香港電影啦！我係一個私家偵探，我嘅工作就係發掘秘密。嗰個女人嚟報警，話個男嘅打佢，個男嘅話個女人俾綠帽佢打。我受呢個死者嘅未婚夫所託，去跟蹤死者。然後黑 Sir，你咪咁老土懷疑我嘛？警察沒有什麼不可以做的。我冇運行，你一樣冇。你想點啊？你問我想點？喺呢度問。離婚啊嘛？唔嚟啊！我懷疑佢同南唐嗰單謀殺案有關。你黐嘅玩到咁大，如果搞我屋企人，我一定殺咗佢。